大家好，我是《女孩上场2》的导演，然后也是《女孩上场1》的导演钟瑞，是《女孩上场》第1季跟第2季的制作人，我是陈南红。第2季的素人，因为我们是要拍一个职业女篮的故事，所以其实他们年纪就会在往上。我也是一直在自我修正，还有跟老师讨论到底要怎么跟他们相处，还有怎么让他们成为一个职业的演员。然后第1季只有8个素人，那这一次为了职业女篮的规模，所以我们又提升到11个人。第1季结束之后，虽然说获得蛮多女篮圈的喜欢，但单纯作为创作者或是有跟其他职业演员合作过的，我觉得对他们的指导跟要求，我觉得还是不够，所以我就给自己在第2季的功课是觉得我必须给他们一定的压迫跟压力，所以我觉得刻意在表演课的时候，相对于第1季，我就更加的跟他们疏远，所以还是要回到导演跟演员的关系，这样至少在2个半月后的相处，一直到成品的上市，不管是我作为导演或你作为演员，我们都不会后悔，所以我其实对第2季的演员们比第1季严苛非常多。2期蛮多情绪复杂的戏，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哪个角色，都会有比较难过去的场次，或是表现好的场次。我觉得他们没有经历过什么是拍片，现场有60位工作人员要等他，然后他跟职业演员在对戏的时候，他怎么感受，然后又不能被职业演员的气势所压倒，加上又群戏。第一次遇到难关，有可能就是故事里的玉君必须有好几场情绪崩溃的戏，但其实他在拍摄的初期其实没办法做到我想要的要求，但经过我跟老师的努力，花费我们毕生所学的方法，终于到他真的可以做到，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是蛮感动，他真的活在角色里，然后甚至可以感染现场的工作人员。当然大家一开始都会有一些排斥吧，或是一些不适应，但我觉得拍摄期到了中段之后，他们的水准就已经恢复到他们表演课的状态，甚至到拍摄后期他们就完全进入了这个角色。所以我觉得那个进步可能在影像里面比较不知道说那他的没进步，他的原本是什么，但我只是说他们承受非常非常大的压力，这个是很不简单的。那2来当然就是球赛的部分，因为第1季总共才拍了7天或8天呢，还是忘记还是10天的球赛，但我们这次拍了20几天。然后我觉得拍摄球赛其实是蛮辛苦孩子们的，因为他们要学课语，然后他们要演戏，最终他们还要打篮球。那打篮球这种对他们来说也许是很家常便饭的事，但碰上现场拍摄的压力，还有我们需要的镜头会妨碍他们的运球，甚至我们的妆法设定都会让他们也许不是这么自在的，只是在打篮球，他们必须服务画面。这个是我觉得这2季的球员都完成了，而且达到超过我们所预期的。但我觉得这一次在比赛上的呈现，不管是技巧还是动作，我觉得归功于志霖教练还有球员们真的每个人的表现，他们曾经都是很厉害的选手。然后第2季的演员，他们多半也都是有一半可能打过甲1跟甚至职业队，甚至有人当过国手的，所以相较在心思上，他们确实就比较细腻，所以我觉得都有带出蛮不一样的视觉的感受跟体验。第2季的主题其实是比较，你可以说沉重，但第2季的主题很单纯嘛，我领钱打球就跟以前快乐打球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我觉得在展现在这么难的课题，也就第2季的议题本身其实比较复杂的，所以我觉得他们也表现得非常非常好，也是出乎意料，能够完成这世界上少见的女性运动影集，我自己觉得蛮辛苦，但我觉得是会吓到大家的，就是我们终于可以完成这个东西，然后我们呈现了这么多的细节，这是真的别的国家或是过往台湾就是真的没有呈现过。女孩上场2是一个词人励志青春女性的成长戏剧，它绝对是跟女孩上场1截然不同，看着让你又哭又笑，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记得收看哦。